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大家伫空中再相会。顶礼拜有听众写批来问咱，问讲台语有字哦，伊拢毋知。我想讲，咱今仔日拄好会当借即个机会，来甲咱的听众朋友说明一下。台语有字即件代志，确实无啥物人了解，好好都无共。嘿啊，我知影有字佮开始写嘛是即5档的代志尔。亲像即马我若咧含人来，拢是写白话字较济。白话字是长老教会马雅各牧师为着传教引进台湾的。迄时的圣经有白话字的台语版本，就爱用台语传教，台湾人毋则听有福音。过来较要紧的人物是创办台湾府城教会报的巴克勒牧师。台湾府城教会报是台湾的第一份报纸，1885到今还伫发行呢。到咱录节目即阵，已经138年啊。伊所使用的语言就是台语。你讲甲有够详细，真清楚呢。其实拄则讲的是讲甲真简省啊。若听众朋友有趣味，会当用白话字即3字去Google，会找真侪资料出来互各位参考哦。好啦，咱先讲到遮，剩下咱节目的后半段才继续，好无？好哦，咱等下继续来讲白话字的代志。请走音乐。三个人沿路开讲，沿路行。阿龙问讲：铁家姐，看你喙笑目笑，心情袂歹吼？应讲：嘿啊，和恁做伙旅行，改先搁转去到少年时无烦无恼的日子。阮爸母早早就过身，我真早就爱排迄间店的责任，管前顾后，看头看尾，行行嘛着真足。阿明接落去讲：无怪你即马表情遐轻松。铁家姐搁应讲：是啊，还搁好顺常前阮爸母过身，就一直伫我身躯边斗相共。嘛是有伊，我即马才走会开骹。恁搁来叫我阿凤就好，迄是我的本名。阿明问讲：安怎会有铁家即个片名？应讲：我囡仔时是一只铁鸡，真水，规工都对前对后，真乖。歹囡仔若要甲我讲，伊就会去甲毒。久来开始有人叫我铁鸡，过来就互叫掉咧啊。阿龙笑笑讲：白目囡仔风毒应该。就安尼，规路笑声无停。搁安尼继续顺大路一直行落去。4天后，三个人来到一片阔莽莽的平洋，草发甲真旺，有一阵鹿仔伫草坡仔伫食草，拄好炸出来的食物嘛食甲差不多。阿明讲：咱着拍一只鹿仔来食，顺线嘛做一寡肉干。后一个钟头，毋知搁爱偌远才会到。互我即个军师来想看有啥物妙计无？大家稍等一下。话还未讲煞，阿龙目刀已经飞出来，准备要冲过去拍鹿仔。即阵，阿凤煞伫路边捡一粒圆圆的石头，双手甲搔搔咧，定定咧，佮用手心咧心咧，再轻动。到伊感觉满意，正手甲石头定好调，稳笑一下，拣一只鹿仔，上好真真。刷落来，倒骹举悬过头，为迄只鹿仔的方向，大步出力向前紧猛踏出去，正手嘛对骹步踏向前的势，拿一条鞭对鹿仔摔出去，一直摔到前方，石头离手，拿钱离弦，拿美时流过天边的流星，伫空中画一撮真水的曲线，准准牵着鹿仔头。鹿仔的头壳对咧喊一个，身躯起一边，砰一个，直直倒伫涂骹，袂震袂动。阿龙看甲嘴仔开开袂晓合，阿明嘛看甲毋知影通想妙计。其实
石头离手的时，阿峰已经知影石头会安怎飞，这是毋知已经练习过几千遍，才调整到完美的动作。甲迄年热人迄球离手的感觉拢相像。完美的投球，上糟蹋人的球路，目睭对袂着的球速，无底线的一球，球牵出去，欢喜甲心内话讲，稳啊！无张无弛，吭一声，球飞甲搁悬搁远。迄年的热天，对阿峰来讲，就安尼结束啊。拍着落仔了后，三个人分工无闲，抾柴起火，剥皮，处理落仔肉，一直到黄昏，无时停的工课才结束。三个人才有阳光通围伫火边食暗。暗顿是落仔肉甲腹内控菜色的汤。三个人哪学了好食，哪开讲。阿峰嘛豆豆甲阿龙因讲伊拍落仔的功夫是安怎会晓的。当时是阿峰因转年，当年热人新明生，就爱迎闹热。新明会妖精保庇四方信徒，消灾解厄，人人爱备办好酒好菜，敬拜神明。嘛毋知是当时开始，有人建议爱办野球比赛，讲是要互节日搁较闹热。这比赛有限制是15到17岁的少年囡仔才会当参加，就是为着要鼓励囡仔人训练体能。尾转年大家真认同，野球比赛变甲足时行，家家户户拢真热情参与。若厝里有9岁的囡仔，就会送因去球队练球。头起先人无够，敢若会当分做2队拍。尾愈来愈侪人来参与，变做8队。比赛嘛变做爱比3工，逐队都想要拼头名。教练看我球牵了袂歹，选我做投手。15岁迄年摕到第4名，16摕到第3名。到我17迄年想要拼冠军，练球练甲无眠无日，结果嘛是摕到第2名尔。阿峰在讲这段往事的时，有时喙笑目笑，有时散淡稀微，凡说这就是青春的滋味。三个人哪食哪配话，嘻嘻哈哈，心情轻松。拄着就爱斟足烘肉干的火，温度爱有够，阁袂当伤炎。阿峰讲，咱鹿角嘛会当炸咧，到后一个钟头会当摕去卖。凡说若找着功夫老道的师傅，阁会当请伊刻风吹，刻一支阿峰的鹿角风吹来分享。等到大家食饱，家私款好势，就剩肉干爱阁顾。听候肉干处理好，时间已经介晚，三个人才煞顾去困。过顿工，三个人同款一直顺大路行落去，就安尼又阁过3日。第4天行到要斗开始闻到海风咸咸的味。三个人知影已经离海边介近，斟酌甲看，头前嘛看到都市，应该骹步阁小吹一下，就通好找到客店歇困。行咧行咧，无偌久就行到位。去共探听了后，知影这个都市号做港都，在地的人主要是出海掠鱼、卖鱼、行船载货做进出口，阁有咸水货的大小卖。市内3骹步一间店，介济间店拢有骹少伫店门口在喊声呼人客，人客若活过，嘛随有骹少过来直接招呼，实在真闹热。
三个人第一遍来到港都，当然嘛是遮看遐看，行行好闲，行行新鲜。因想想咧，规气好好啊，甲关公一个，算互够开，才拍算。三个人就安尼一直踅，踅甲忝啊，才开始感觉腹肚枵。阿峰讲，拄则看到迄间海产餐厅，人客吵吵吵，无咱来去甲交管者，啥款？阿明真紧张，赶紧讲。啊会记得先问介绍。阿峰应讲，免惊啦，我请，莫烦恼。阿龙甲阿明阁想着进前伫阿峰遐做工拄潲诶代志，心内歹势歹势，毋敢应好，徛咧无振动。阿峰阁催，两个人才疑咧疑咧对阿峰后壁行。餐厅出菜介紧，料理诶手路嘛真讲究，无偌久，三个人就食甲饱通通。有影是料理好食，人客才会坐甲踢倒家。食饱，阿峰讲，时间嘛晚，咱刷落来找客店过暝。明仔日去港边找看有船通载咱去南岛无？两个查甫诶拢无其他诶意见，代志就照安尼行落去。翻转工，三人去到港边，吵吵吵，四界拢是船，有无翼船伫上货落货诶，嘛有渔船当客欢伫落渔货诶，嘛有客船当伫箍人客要出港诶，规个港边无闲刺吵。毋过讲起来嘛介怪奇，因三个人规个港边诶船头家问透透，就是无船要去南岛。阿龙吐一口大气讲，哎，哪会安尼？找无船是爱安怎去？阿峰应讲，莫烦恼啦，咱搁共探听看觅咧，凡说就找有步。即时一个伫路边歇困纳凉食薰诶阿伯出声甲因休。少年诶，恁敢是要去南岛？三个人听着真欢喜，紧大步行去阿伯遐甲请教。阿伯讲，听讲南岛最近有大歹人，较袂平静，迄船头家拢无爱去。生理人高算，惊冒险。若万不离水小，家伙就爱陪了了。恁若是一定爱去，会当去山沟遐，甲伊参详看觅咧。三个人欢喜甲，总算是有希望，有机会通找着船。赶紧问阿伯，爱安怎去山沟遐？阿伯讲，去山沟遐诶路弯弯弯弯，我讲有路来，恁嘛听无路来啦。归去，我带恁来去。咱拄则伫讲台语有字即个题目，感觉有啥物会当来含大家分享诶？有啊，要讲介济啦，像咱去 KTV 唱台语歌，迄字幕嘛拢是台文啊，是咱拢无注意到即个属性尔。是讲迄字若共一个音，无共作曲诶人拣诶汉字范式就无共，较袂一致。唱歌诶时阵爱加减仔药，常常会唱毋对。我是感觉讲，若有诶汉字一人要拣一款，不如就直直甲迄字写做白话字就好，看到字就知影安怎读，这就是拼音文字上大诶优势啦。你伫咧讲白话字，迄白话字是好学无啊？迄介好学，基本上会晓讲就会晓写。我举一个例啦，像讲咖啡，就是高啊加宝伊比安尼尔，拢无花。杀文就是死鸭杀，无文文安尼。我迄阵无几点钟就知影原理会晓写，是讲写真慢，主要是主音母音爱背，声调诶规则嘛爱记，这就需要时间来惯习。
毋过我差不多2个月就写了袂歹啊，要紧是逐工爱写我。惯势了后就无啥问题啊，真正介好学啦。看要开时间无尔。无想着讲你学敢若伫导游呢，搁捌遐济，我当做你敢若会晓拍电动尔。哼哼，即摆你知影吼？好啦，咱今仔日时间嘛差不多啊，互你关门送客。乌白来，啥物关门送客？你不如讲关门放狗吼。咱遮诶听众拢遮支持咱，是爱好咧啊，请因为后门出去。毋是啦，是爱请因后礼拜过来捧场啦。吼，去互你倒着。真感谢各位听众来斗闹热，后礼拜搁再来哦。努力，多谢，拜拜。